位同學嚟睇5年班嘅視藝科嘅 Campus TV。今日嘅主題係紅白藍。今日呢，李老師會同大家介紹下同埋認識香港嘅藝術家又一山人佢嘅創作手法，然後亦都邀請咗唔同嘅同學幫手介紹下紅白藍嘅歷史同背景，仲有一啲同學呢都會親自做一啲示範。大家好，我是5B 班Sunny，今天我要介绍历史和背景。帆布在1970年代初，红白蓝帆布从日本传到香港。红白蓝带到了80年代，红白蓝带因其轻便、耐用、便宜的特点，成为了港人来往中国大陆时带货物的首选。时尚带近10年内，设计师运用红白蓝设计时尚带、红白蓝艺术作品，也有些艺术家会作为创作物料设计平面作品。红白蓝另一方面也会设计一些日常有关的物品，例如椅子、水杯、包裝等。相信大家呢已經初步了解咗紅白藍嘅歷史同埋背景啦。然後等李老師簡單介紹一下藝術家又一山人佢哋嘅作品。由黃炳培，其實佢已經開始呢創作有關建設香港嘅系列。同學有興趣呢，都可以喺網上揾呢個系列，咁呢就由佢用一啲紅白藍去創作唔同嘅藝術品。接下來，我邀請咗2位同學呢嚟利用紅白藍嚟做一啲示範嘅創作。好，我係5A 班陳藝喬，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用紅白藍整書套。大家可以揾自己喜歡的書，然後剪紅白藍嘅大小，貼上去就可以。大家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Hello everyone, I'm Harshita from Class 5A.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how to create artwork using red, white, and blue. You can write some words on the drawing paper first. Then cut the red, white, and blue materials into different sizes and paste them onto the paper. Feel free to unleash your creativity. 多謝大家收睇，你哋都可以用一啲紅白藍膠袋嚟做一啲藝術創作。多謝。